You
由你守护阮每一个家庭，互阮伫心灵、
着平安甲福运。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加拉太书第5章第20节到25节。内骨汉字本伫217页，和合本伫266页。22节，若是信心的果子，就是平安、欢喜、和平、温润、慈悲、善良、忠实、温柔、纯洁，亲像即颗无有花品伊。我上基督耶稣的人，捌将肉体甲伊的情、伊的欲变为是伊个。咱若照神来活，就照神来行。以上愿上帝从伊的话是去了咱的心，这是160班的心。咱今仔日所要讲的是靠信心来做代志。顶一讲是讲到信心充满，信心充满就是咱需要做的，就信心充满咱。总是信心充满咱了后，咱爱我靠信心来做
行做，就是咱一世人会行做，我可信息来行做。所以下手咱还阁有3讲，就是要操练成长。所以操练成长真感谢主，拄好伫圣神教日节的头，今仔日是圣神教日节的尾后，讲到圣神的代志。今仔日咱要三角来学习。伫即段经文，咱搁用现代台语的译本来读遍来请。毋过圣神所建的规矩是仁爱、欢喜、和平、忍耐、仁慈、良善、良心、温柔、节制。即款行为一般的法律无咧禁止。遐个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有将本性甲一切的邪情私欲做伙定死伫十字架。既然咱靠圣神得活，咱就顺按圣神来生活。25节会当就是讲今仔日的上重要的一节所以我有将伊原本台语和日本伊台语和日本安怎讲，搁伫华语中文的部分安怎写下面黄色的，搁甲迄紫色的字，咱搁做伙来读好无？台语和日本来，咱若照神来活，就照神来行。好，华语的来，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咱看到讲，靠圣神得活，顺按圣神来生活，顺按圣神伫咱的行做的顶面所以圣神中华到底是啥物？伫顶礼拜我有伫周报内底后壁有附一个，就是讲伫搁顶一讲会讲到的，讲圣神的中华有一罐是做灌压拼落的一种的圣神中华，一种的圣神中华是圣神已经内住伫你的生命的中间。有讲到讲迄交换性的，就是拼落即款的圣神中华，伊较偏往伫你咧侍奉的时阵，当你侍奉，然后有需要，上帝将即款的中华圣神伫你的心中，互你就在伫侍奉的经验搁较好势。过来就是讲，咱迄个内住的圣神中华，就是伫咱的生命的成长内底，咱一直拢有即款的内住的圣神。当咱已经行洗礼了后，咱已经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认耶稣基督，要诚做咱生命的救主，都有圣神诚做确定、诚做印记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所以这个内住伫咱内底这个圣神，一直伫咧帮咱，互咱的生命会当来成长。这个充满圣神内住的生命，就会结出果子，就是咱今仔日头拄仔所读的圣神的果子，有够唱对无？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台语和日本讲准则。准则是咱台语的一个较古早的用语这个准则其实嘛真有伊的意思咱拢常常讲搁较重要一个，搁较白的，就是讲你诚无站杂咯。伊讲的较站杂一个就是这个节制啦，节制有准则，准则较文言而且换做节制。其实当你的生命内底有内住圣神。就有即款的圣神的果子，咱讲有9种，其实伊合起来就是一种名，就是讲这个圣神充满的生命内底，自然就有9种爱做伙，哪来安怎哪成熟？这个果子用果子来形容，就是这个果子有青的时阵，嘛有成熟的时阵，所以咱会当做伙伫这个圣神的果子内底来会当来成熟，互咱的生命。若是安尼讲，要安怎来活出有圣神充满内住的生命的生活咧？迄款的生活你安怎来过？其实意思就是讲，伫你每一届的选择内底，伫你的生活中每一个步标，每一个坎站，
其实咱伫咱的一天的内底吼，咱的头脑内底一直咧做决定啊，到最后吼1分钟，你差不多就爱做几百个决定咧。吼，这是咱不知不觉的。你不知不觉，你在有意识开始就一直咧做决定，吼，一直咧做决定。吼，早起目睭天金，你就先决定讲，我到底要搁加肥，要搁加困一时啊，还是安怎？睡要起来，啊，我是毋是先对迄个讲手机仔的闹钟甲饲掉，还是要甲饲做讲5分钟了后再搁重复着？这就是拢是决定啊！即摆起来，吼，你若有一个生理的需求，你就是赶紧安怎去便所，啊，若无你就是先想讲安尼我是安怎？啊，总是你若有一个习惯，已经拢有你的步骤，你迄个决定就变做较顺。若无你就会发现讲，因为这个的决定选择，伫你的生命的中间足拖啊，你就会变做足拖啊。咱就发现讲，你的囡仔，你若无从细汉来养成伫一个好的习惯的中间，伊一定起来就是毋知到底要创啥，伊就伫遐定定拢咧想。吼，所以兄弟姊妹，伫每一个选择决定的中间，对咱基督徒来讲足重要。所以你若会当一早伫即个每一个你的选择的中间，你就已经安怎将真理、上帝的教示伫迄个内面，迄就是有上帝甲咱同在，就是圣神充满的内住伫咱内底。啊，迄款的选择是啥物款的选择？圣经内底讲，今仔日讲，甲主当顶是伊个，甲主当时当过我，将你的肉体邪情私欲拢定死，互迄个圣神会当活起来。这就是有圣神的轨迹。讲起来敢若足抽象的吼，说起来好像很抽象，安尼即款的要蛮有形的圣神的充满生活，到底要安怎生活？其实你就会当想看卖咧，你伫你一天的生活的中间，你有几遍想着上帝，想着主耶稣，想着圣神，想着主的教示。哦，我常常问天母台遐个学生，甲因讲，甲因问，你伫即礼拜内底，你有几遍想着主上帝？吼，顶遍恁敢若食饭的时阵想着，还是到尾暗要困的时，甲厝内面的人做伙祈祷。哦，迄就是一个提醒啊。所以其实伊若想着愈侪遍，是毋是就是伫伊做决定的中间，佫愈侪想着主？啊，伫迄个中间，就有一个交接。所以兄弟姊妹，你毋通想讲，其实小孩嘛有答讲，讲啊，咱的上帝毋是全能的上帝吗？伊早就住伫我的内面啊，我哪会着需要伊一直咧想伊？若是你会安怎回答？你捌想过即个问题无？因为上帝毋是全能的上帝，因为足侪囡仔拢伫基督教内底成长的囡仔拢会答安尼回答。以前佫捌有一个主日学的囡仔，伊讲我免祈祷，因为我要祈祷啥物，上帝拢知影，所以我祈祷就写讲一切的事情，吼，上帝拢知影。其实你会当讲出你需要上帝的事，吼，尾后有一个就讲啊，我伫困难的时阵，我有想着上帝，会真好啊。所以我问伊讲，你啥物时阵拄着困难？伊讲我一工内底吼至少有3遍啦，安尼你想着啊？所以至少几遍想着上帝有3遍啦。所以兄弟姊妹，即个问题吼，毋是足高深的，嘛毋是大人才想着囡仔，其实逐工伫迄个中间，伊就是咧选择，我要讲袂差无，我要诚实无，我要甲妈妈所讲的话照安尼行无，迄就是一个选择啊。吼，迄就是将邪情私欲，将伊家己想要安尼做的，我甲伊讲。我这物件要藏起来，吼，啊，我这要安怎？照家己的意思，迄就是家己的需要。然后自细汉伫迄个中间来活起来，来成长的时阵，安尼圣神才有在条伫咱的中间。我捌讲过，圣神啊，你嘛会当安尼来形容吼，圣神敢若是一台直升机，伊是需要一个停机坪啊，需要有一个停的所在的。但是，定上帝的神。伫咱的生命中间，找无位可通降临，因为咱的生命充满足侪其他的代志，充满足侪其他的代志。我捌甲咱讲过，关于基督教病院，即间新起的病院，基督教病院有一个足特别的所在，是
中华基督教病部的，就是伊的上楼顶有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啊，足特别的啊，吼，新的病院，所以面顶会当安怎直升机就会当来来停。所以啊，你姊妹伫你的生命中间，你有信心会当降落的所在吗？你有信心会当停落来的所在吗？若是安尼，才有下一步呢。哦，安尼咱才会当成做一个蛮有型的。你毋通想讲啊，我著洗礼啊，是毋是有做记号啊？敢毋是咧？上帝敢袂信？哦，无必嘛知影你安怎？知影你无将上帝的道理当做一回事啊！伊嘛知影你伫这个中间做一个选择，是咧行迄灰色地带。哦，所以这个蛮有型的性情强化，需要咱爱有一个停机坪啊，上帝的心会当入行。所以咱才会当结出信心的轨迹，这就是伫咱拄我最后讲迄25节。我们既然靠着圣灵得着这个生命，我们就要靠着圣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行事。台语来讲，就是讲立刻现行的活。所有在场所有的兄弟姊妹，咱绝对是伫信心内底，咱搁活起来是安怎？因为咱的心无搁咧困，但是有可能咧困无？有可能已经拄去啊，但是咱时常来到主的面前讲，主啊，求你叫醒我，求你互我重新搁醒过来，然后我的生命就有信心充满，然后我的生活就要顺畅，就要照安尼来行，照信心所教的来行。好啊，咱伫圣经内底就有看到讲，照信心来行。行做有即款的模范有即款的典范。第一个我要讲的是规律，其实足侪人的但是我先用使徒行传内底讲的规律。规律伊当对迄个耶路撒冷敬拜上帝了后，然后伊信心对伊讲话啦，伊使徒行传第8章有记载。信心来讲你往旷野迄个所在去，向南行，往南啦。行去旷野，就是加萨走廊，就是即摆的加萨走廊，对耶路撒冷往南走，伊就照圣经所讲的，伊就往南走。当伊咧行的时阵，伊伫旷野内底有看到一台马车，一台车，马车载着一个以索比亚的太监，看到即个古时的太监了后，看到即个太监坐伫遐，然后伊看到迄个太监安怎，伊嘛拄啊好对耶路撒冷做礼拜。然后收拾了，伊伫遐咧读圣经咧，伫遐咧读迄圣经真理册。然后圣经佫来讲，你赶滚台车，赶滚，所以就赶滚去。然后伊看到、听到迄个太监咧读到以赛亚书，读到关于耶稣的意思呀。然后圣经讲，伊甲伊讲话，伊去遐来问讲，你所读的你敢知影？迄个太监讲，若无人解说，我毋知影啥意思。所以太按迄个机会，伊就来讲，以赛亚书内底所讲的，即个受苦的奴仆，就是耶稣基督。当伊已经来到世间，嘛受定是伊个，了后发生啥物代志？伊加对耶稣的学生，伊看到耶稣安怎死了复活，然后复伊显现，尾后佫有上天，然后佫信心充满，所以对遮来讲。所以咧，太监讲，遮个有水人而且咧，佫豆伫顶行，所以就叫规律来洗礼，来行洗礼。所以咱看即个腓利，伊真正是靠信心在做代志。伫圣经内底第2个，我靠信心做代志的，绝对是保罗。咱礼拜5有去参加迄个培灵会，咱就听即个牧师，尤清贤牧师、刘清贤牧师，伊讲保罗真正也未信上帝，也未信耶稣进前，伊是我靠上帝犹太教的，伊的生命是安怎？非常的高尚，非常的请命。结果当伊我靠耶稣信真做基督徒了后，其实伊的生命变倒是清惨，乐极。
总是咱看是安怎伫凄惨动荡的中间，保罗伊犹原我靠信心来做代志，因为伊知伊所我靠的是啥物人，所以兄弟姊妹，咱看着保罗，伊伫第二遍的传道旅程的内底，伊原本照伊的意思，伊想讲啊，我咧讲北，要去北部，结果圣神来讲毋通去，结果伊想咧，伊个啊，安尼若无讲去另外一个所在去，圣神佫讲毋好，啊，所以伫迄个中间，伊就知影讲袂当去。但是到底你对倒去，伊佫继续伫倒的时阵，迄个时阵对另外一方向有一个马其顿的人来甲伊讲，请你来完成，哦，所以保罗就知影，伊伫迄个内底，伊看到异象，所以伊就对马其顿迄个所在去，哦，所以咱拢会讲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就是上帝透过圣经，哦，的异象，有定透过讲话伫遐来诚做呼召。佮第三摆的传道旅程内底，保罗拄着啥物款的代志？伫使徒行传第20章22节讲，现在我要去耶路撒冷去，我的心会期800。哦，这伫华语中文版的圣经内底，迄个心里甚迫切后标细字，哦，有小字，有小小的字，你可以看。迄个小小的字就是讲，互圣神捆绑。所以伫台语的圣经讲，我要去耶路撒冷去遐会拄着啥物款的代志，我毋知影。但是圣神互我知，我去遐检差会拄着诚侪艰苦，检差阁有加甲伫遐咧等待我，兄弟姊妹。所以咱看保罗，伊一生当伊也未挖靠耶稣诚侪基督徒的时，伊是诚做一个高学问，哦啊，诚有地位的，啊，伊甚至伫遐咧，哦，诚做会当官派的追杀基督徒的人。但是，当伊挖靠耶稣了后，伊诚做安怎？诚做互人厉害，诚做是受肯重的，总是伫迄个中间，伊犹原一生顺服圣神的引传。犹原顺服圣神的引传，所以伫这个中间，咱来看讲要安怎顺服圣神的引传，有啥物款的方式？吼，到底咱要安怎伫咱的生活的内底，你安怎来做？吼，才会当来对圣神、靠圣神、顺服圣神、照圣神。关键爱伫讲你清楚圣神安怎甲你引传，过来就是讲你清楚了后，你要安怎顺服？清楚了后就是顺服，所以保罗伊2届受到，第3届伊知影讲我爱照着我所听到的讲马其顿对迄个所在，所以圣神引传的方式有3种，第一种就是圣神讲话，圣神讲话有当时直接讲，就是头我所讲的迄个规律，所以规律伊有迄个圣神来讲你。转人无去，然后离瓦棍迄台车，瓦棍去，所以伊伫迄个中间，吼，伊就转迄个太监来传福音。另外，圣神上界普遍的是啥物？就是透过圣经讲话。咱看连耶稣当魔鬼撒旦伫遐咧来试探的时阵，40天的禁食，耶稣安怎？用讲圣经内底有讲。对无？圣经内底有讲，人咧活毋是靠食面，乃是靠上帝所讲出来的话。所以上界普遍就是圣经内底所讲，就是圣神上帝所已经讲出来的话。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无读圣经的话，所以你就毋知影上帝是毋是对你讲话，有通过圣神对你显示啥物，所以你就会无清无楚，安尼知影无？哦，会当用一个足现代的圣经是啥物？圣经就是你诚做一个基督徒，这一个器具，你诚做基督徒，哦，咱假设我诚做基督徒，然后我的手机内底，我一定爱有一个下载一个 APP， 就是圣经啊，就是圣经的话，所以圣经是诚做你这个人内底的一个应用。
一个媒介。所以上帝伊借着圣经的话，伊会当做清楚，甲你讲你要安怎行。所以足侪我相信足侪兄弟姊妹，伫你的生命中间拄着真侪款艰难困苦的代志的时阵，总是伫迄个中间，上帝借着伊的话，互咱得着安慰。甚至有时也会借着人对咱讲话，但是这爱细字，嘛爱查验，嘛爱查验。总是圣神大部分会借着礼拜日的讲台，借着牧师。伫教会内底，伫全世界的教会，所有的信徒，来讲话，这通常是诚做一个牧者的，伊所爱我，毋是我靠伊的神学的一个才捌，也是伊所读的册，是借着圣神，才会当伫遮来讲道，这是第三种。所以第三种需要有一个谨慎啦。若是拜五，迄个老牧师伊可能是属于。无赞成有第三种的伊感觉圣神较袂通过人对咱讲话是直接通过圣经的话语感动直接迄个要救的人所以这第三种有一个问号啦所以因为足侪人讲圣神甲我讲你爱诚做我的太太即种代志伫咱的基督教内底做发生做侪遍的就是有迄查甫囡仔要追求查甫囡仔，伊拢讲圣神甲我讲呢，互我感动，讲你就是要诚做我的太太，我拢记倒足久的啊，圣神安尼拿讲所以第三点爱细致好，咱继续看讲圣神伊会显出第一个圣神伊要引带咱，伊就是会上界普遍的通过圣经对咱讲话，互你读到迄段圣经的时，你会插心啦。再来，圣神引出的方式就是会异象啦，有异象出来啦。保罗捌看到异象嘛，就是迄个马其顿人嘛。另外，佫有一个就是彼得啊，彼得伊捌看到异象无？有啦，伊佫拍迄个所在，伊伫迄个讲厝尾顶遐伫遐祈祷的时有安怎？有迄无清气的犹太人袂当食的物件。怎上帝会看到迄个异象有一个布白条的白色的布，然后对入来，面顶拢是安怎无清气？对犹太人来讲拢无清气的，因袂当食的物件。保罗讲，主啊，这拢无清气的物件，你到底是要甲我讲啥？要生气，佫放入来？伊较尾后，伊看到这个异象到尾后，伊才知影讲，上帝。通过信息异象，伊看着因爱伊去接触伊一个将军嘛，互伊知影讲爱替伊哥尼流即个军官爱家传福音，因为迄个人毋是犹太人，犹太人就是将所有毋是犹太人的人拢当对无清气的，所以上帝有即款的异象，互伊知影，圣神佫有一个引出的方式，就是叫做感动啦，圣神的感动啦。哥罗西书第3章第15节，伊讲圣神会叫基督的平安伫恁的心内做主。所以有当时咱就会讲，我到底要知影安怎上帝安怎引带我，圣神安怎引带我？咱就讲，若无你祈祷看卖咧，你若要照安尼做，你祈祷看卖咧，心内有平安，迄嘛是一个安怎？迄就是一个圣神的感动兄弟姊妹，所以咱常常伫祈祷内底，祈祷讲主啊，我头前安尼行敢对，还是我这个代志安怎做敢对？而且有一个正乡姐妹的见证，这个姊妹20多年前，伊住伫彰化市，伊就伫有一个病，伫中医内底住伊白血病，就是肺癌啦。所以伫迄个昏昏沉沉，一直发烧，连伊到底毋知救会活袂活，毋知影，就是一直住伫病院内底，住差不多要几个月。所以伫迄个昏昏沉沉的中间伊看到神迹的，因为逐中病人拢有神迹所以伊伫遐伊就祈祷，伊讲，这个神迹的主啦，这个神啦，你会当医治我无？我伫你的这个病院住遮久我到底会当
得到意义无？我的囡仔拢还阁足细汉的吼，伊有3个后生，迄阵拢还阁咧读小学吼，上大拢还阁咧读小学中年级尔。到底伫即个中间，到底是要安怎呢吼？处理救你救啊！过来不知不觉阁困去，到尾后伊的小体，到尾后伊出院，到尾后，伊的病竟然得救啊！吼，就医好啊！所以伫迄个中间吼，伊有一个欢喜，但是伊嘛知影讲，我会找教会，所以伊就找着伊即个静香姐妹，伊是一个美容师啦，吼，美容师，所以伊就找着伊的人家，伊知影伊是基督教、基督徒，伊讲你带我去教会，就去教会，然后伫教会内底洗礼，吼，就是我来洗礼，伫遮伊嘛有拄我上，吼，伫伊所住的所在，伊住伫伊的工作室伫2楼。所以伊的迄个人客拢预约，伊2楼嘛，所以搁大楼内底2楼，你就知影讲，差不多就摆有一个店面的所以伊一工就定过讲，伊2楼的楼骹迄个店面空出来，伊就心肝来祈祷讲，上帝啊，厝内人的话你是毋是即个店面的厝主互伊礼我啦？我不人嘛会当来真做传福音的所在呢，所以伊就做即个祈祷。但是迄个厝主歹卖呢，搁几年了后，搁一时厝主讲要卖啦，伊就把握机会甲卖完，所以就变做安怎？楼顶楼骹就做甲真拍拼。伫迄个中间做面上好传福音啦，你知影是安怎无？因为互伊做面的拢毋免讲话对无？拢袂使讲话啦，拢一直爱听美容师讲话啦我感觉上帝嘛有恩典伊嘛真会理解。安怎呢？做伊的生命的见证伊的放的音乐拢是迄个讲诗歌有当时是唱音乐所以伫迄个中间，我看见伊的1楼伫遐来扩张，嘛伫遐参加伊的开幕礼。顶礼拜我去参加伊的1楼，已经真做一个传福音的所在，就是一个家己厅，一个家己的所在。我是外面插者，我想讲哇，你搁恢复用2楼，你的场所毋是搁愈少吗？我就问讲你有两个姊妹会晓搞家己的，有要传福音的，足热切想要利用即个伫遐将时代搁像少年安尼。所以我讲你安尼是出即个所在，你做因偌济，伊讲我无想做啦，是安怎？伊讲有一天，伊伫遐祈祷的时，上帝互伊想到伊几啊年前讲上帝啊，我较顺来当买着即点我嘛想要做传福音的时阵，所以迄个信息的感动为安怎？想到伊家己捌安尼祈祷伊一直流目屎，伊一直流目屎，所以就将伊的1楼就现出来，真做一个家己厅，伫遐做伙祈祷，然后有影想讲所有入去到迄个家己厅的人，拢会当如鹰展翅上腾，要得到贵力，重新得力，所以教养人人都会当来得到，伊拢会当，拢有学习要安怎为人祈祷的即3个姊妹，所以我顶礼拜看到因的即个开幕的见证，伫遐做伙祈祷的时候，我心真欢喜，这圣神的感动10多年袂改变，而且伫即个时阵，伊的生理其实是真好的，伫遐另外一个姊妹是讲，哪有遮好的姊妹进香讲要将伊的所在免费提供啦，所以因用一笔少的钱伫遐，就是嘛，所以遐弟兄妹，你假使若有伫中华。有个传福音有所在，搁通坐，会当去迄个所在。因领受就是亲像老鹰展翅上腾，每一个人上帝拢有赐伊一个华冠，所以英典叫做鹰之冠，老鹰跟华冠，咱拢每一个拢是华冠。所以当迄天做伙去的，有人带一个姊妹去，迄天我就怎啊，迄个姊妹带伊做决志祷告。要走的时，另外一个长老教会的姊妹甲我讲，牧师啊。即个我来传福音，传宗久的，大家若要出来做决志祷告，伊讲先等一下啦，莫啦，总是伫迄天，伊做伙来迄个开幕的礼拜内底，要走的时，伫遐
我甲伊讲话讲了，我讲我带你做爵士的祷告，毋通甲你祝福尔。哇，伊就爵士的祷告，而且拜五伊搁甲迄个教会去参加培灵会，我搁有看到迄个拄爵士的姊妹去哦。所以感谢主，圣神的感动，互咱会当来想起，想起上帝互咱的恩典，也想起讲我到底要安怎行。过来。信神的方式，就是用信神来讲，用意象，然后用感动嘛。那安尼，咱就爱遵照信神的指示来行，就是你爱遵照，过来就是爱顺服，照着这样，然后要顺，遵照，唔通消灭信神的感动。帖撒罗尼迦第5章第19节直接讲，所以信神感动的是无消灭，所以。这个正香姐妹，伊讲我毋敢消灭圣神的感动，因为佫一遍感动我，提醒我进前捌做即款的祈祷，所以伫遐就一直流目屎讲主啊，求你赦免我。我要做过即款的祈祷，我逐日拢袂记啊，我敢若伫遐，一直伫遐修理我的祈祷。佫来第二个，就是爱，我要讲即个讲爱照圣神的感动顶一处圣神的充满，牧师有讲着。譬如讲，有一个大复兴，毋若一个足侪个，有阿苏萨大复兴等等的，然后有一个威尔斯大复兴，这嘛足出名的，就是伫1905年迄个时阵，这个威尔斯大复兴伫英国迄个所在，伊是啥物人带来的？就是叫做伊凡罗伯斯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毋是啥物牧师，嘛毋是啥物读册的分子，伊是一个炭工。就是咧挖炭的，矿工啦，26岁尔，足少年的。所以这个伊凡罗伯斯有一天入去教会，伫门口尔，听到因的牧师讲：“圣神啊，求你来折服我们的教会，就是讲，互阮的教会愿意顺服你的面前。”所以伊凡罗伯斯听到，伊感觉讲对啊，所以尾后有几啊天，伊就伫遐祈祷讲：“圣神啊！”求你，互阮会当来顺服你，互我会当来顺服你，互我的教会会当愿意来降服伫你的面前。结果当伊安尼祈祷，拢用即句祈祷尔。结果有一天，突然间伫迄个教会，侪人就过来，然后大家家庭迄个时阵，差不多大家拢讲是伊是基督徒，但是拢无咧照圣经所教是咧生活咱知影英国差不多拢是基督徒，所以伫迄个中间带来一个社会大改变。所以威尔斯大复兴的时阵，发生啥物代志？酒店拢关门啊啦，所有的酒吧都关门了，欠人钱的拢袂厉害，哇！得罪人的去甲人道歉，足侪代志咧偷摕物件，拢无去啊！哇！迄整个逐所在。拢有一个祈祷会，家庭内底嘛有家庭的祈祷会，所以伫迄个中间差不多持续1年。大概伫迄个中间，但是我要讲啊，伊凡罗伯斯，伊就甲宾路易师母，宾路易师母另外一个真灵性的一个，伊是属于贵格会的一个信徒，是姊妹。宾路易师母，伊是足安静的，属于迄种内室内底的祈祷，伊就甲伊凡罗伯斯讲。你唔通汉尼亚强呀，你人的面前，你要隐退。所以伊凡罗伯斯，伊伫这个大复兴内底，然后伊就安怎隐退去，结果咧，这个复兴就结束啦所以伫遮互咱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当圣神无叫你隐退，伊听宾路易师母的话，迄是人的话。虽然这个人非常。是蛮算讲足有信心的生活的人，但是伊是用伊的意识来看，所以伊凡罗伯斯讲，你莫搁伫遐你乱。但是伊凡罗伯斯伊是点到迄个大复兴的，其实上帝有愿咧用这个少年人，但是伊怎对迄个所在提起了后，整个大复兴就结束了，足可惜的。这个互咱知影，唔通消灭。现实的感动，你爱顺从，爱顺从，照安尼到一个时阵，上帝可能去兴起另外一个代志，兴起另外一个平台，然后再做。所以
20世纪初1905年迄个时阵，威尔士大复兴大开，持续1年多。足可惜，你知影迄个时阵几个人信主吗？几届啊？10万个人，规个拢充满。所以咱爱顺服圣神的引传，只有顺服，才袂互圣神伫遐忧伤。但伊遐字不过互圣神忧闷的面，迄个讲标楷体，咱做伙来读来。毋通互上帝的圣神忧伤，因为圣神是你上帝的印记，保证你伫即救的日得到讨报。听第7块，当圣神忧伤的时，其实伊就会离开咱，因为安怎？咱无爱伊住伫咱的内面，咱无爱伊住伫咱。拜五的时阵。圣神降临节会陪你回中华区，咱请会主位讲员刘清田牧师，伊讲基督教足简单诶，基督教就是上帝讲话，人听话，安尼尔，毋是信耶稣你就永远活，毋是干那安尼，伊讲就是上帝讲啥，你听啥。所以牧师就爱正确，爱来听上帝的话。然后足重视的来讲出来，这就是牧师的志行，绝对爱安尼。该目中无人，伊讲牧师爱安怎？目睭无人，心中有上帝。不管下骹是坐教授，坐医生，坐律师，坐啥物大好业人，总是就是爱照上帝的话安尼来讲出来。若是安尼信徒咧，嘛真简单，就是听受上帝的话。过来咧，照上帝的话来行，其实这就是圣神充满，因为上帝的话就是道嘛。结果道已经道成肉身，道成肉体，就是成做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然后搁安怎？成做圣神真理的神，互咱会当来明白。所以咱所挖靠的这个上帝，伊是甲咱同在的，就是以马内利上帝。所以人来。挖靠上帝，听上帝的话，当然是人是卑微的，是上帝所讲的话，咱爱来听。所以要安怎有信心会充满？要安怎知影？其实爱上基本对上帝的话，就是这个话语内底咱会当知影。然后了后，伫上帝的话语内底咱讲顺服。是啦，主我要照你的话来行，我要顺服，这就是一个顺服圣神、照圣神的引传。因为上帝的话就是真理，就是圣神。伫遐讲毋是我靠势力，毋是我靠财力，撒迦利亚书，毋是我靠势力，毋是我靠财力，只有我靠耶和华的神才当来成万行事。所以结果来讲，咱的生命要有成长，属灵的生命要有成长，你爱调工啊，就是爱有调工的，爱有斟酌的。你爱斟酌，就是爱刻意，华语讲刻意，就是顺其自然啦。顺其自然，你的迄个生命是袂成长的顺其自然，你一定是遵照你的肉体家己想要做。所以咱爱刻意爱安怎挑工爱有一个斟酌，就是爱照圣神，靠圣神来行做爱伫圣神所引传。道路内底，就是圣经所讲的话，然后伫迄个点，圣经所讲的话，毋是干那伫即个圣经内底尔，搁安怎？伫咱的心愿意照安尼来行。所以迄个挑工，迄个刻意，就是讲我要选择行是伊个道路，我要选择甲耶稣共款。伊讲啥，我就要安尼行。伊讲安尼，我就照安尼来做，是需要付出代价，是需要付出代价。所以兄弟姊妹，最后牧师，互咱一个思考，你要安怎来操练？靠圣神来行做，就是你要照圣神所讲的，然后顺探圣神所讲的，伫你的生活内底，你要安怎来操练？有啥物是刻意的吗？早上愿意，搁较早起来一个读圣经，还是你伫每一届咧祈祷？为着谢饭祷告的时阵，你搁为着教会内底才有写讲需要代祷的代志，你伫遐来祈祷。所以伫即个中间，你要安怎伫即个礼拜内底
要开始来养成即款刻意的习惯伫你的内面，互你的属灵的生命会当继续成长。咱三个来祈祷。因为上帝，阮感谢你，是你拣选阮，毋是阮拣选你。你讲你要互阮会当伫你的内面，会当结果子满满，而且这个果子佫袂落落，继续成长，永远存在。主啊，阮知靠阮家己绝对无办法，总是阮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愿主你的圣神无离开阮，主阮的心浸没你，亲像鹿浸没溪水。每一摆读你的话语，就愿你的话语成做阮头前的光灯，照亮阮所要行的路。主也求你的圣神的风，运入去阮的生命中间，所有的污秽拢离开。目睭所有的邪杂拢劈开，阮的心迫切伫你的面前恳求，愿你圣神来引带阮行头前的路。愿讲，愿愿意顺探，愿愿意顺探，圣神来引带，互阮的生命会成长，互阮的生命佫满有气力，无共款，也互阮的教会诚侪有见证的教会。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要来行洗礼吼，咱先来洗礼了后，再来修圣餐。今仔日要来洗礼吼，就是即个施离西，施离西。咱知影囡仔的洗礼就是伊的爸母介重要，对无吼？离西的爸爸就是上元，妈妈是路德，我请离西来头前。阮因着望赞，是我和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拢好完了后，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召唤百姓来甲伊行洗礼，互伊会当来归入地顶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吩咐恁的，就甲受伊来受，搁互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轮回。咱来听马可福音所记载的，安尼讲，有人带细囝来就问耶稣，你要互耶稣来牧伊，学生种鼻因，耶稣看伊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来就问我，无得应因，因为上帝的国就是即个人的。我实在甲你讲，凡若先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我绝袂得入去。就互因，甲因换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个事，要故所应允的，也要来归伫咱的细囝。因是稳定的约的后辈，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寄来的影子，互因属的基督来做伊的百姓。所以今仔日咱看到尼斯伊的父母带尼斯来到遮，所以因就要来洗约，是父母出面来洗约。当恁的细囝尼斯要来受洗礼。恁就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无使有两个要来问个第一，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
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护师，无？恁着按照上帝所赏赐的贵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要来教示，互年轻知影，也着用基督较好的行为来培养年轻，互伊所行的会当合意上帝的教会的法度，恁要安尼行无？用主赐互伫恁。以及恁的细囝帮助恁会当修这个药。机会请咱起立，咱来宣告。照耶稣基督的命令，当这个细囝受接纳来进入伫伊的教会，要听做为参会员有稳定信约的稳定。当这个细囝的父母，甲咱正兄弟姊妹，就是咱的会众，要来做伙来做见证。伫伊的所行，伫伊的成长，也要来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伊将来家己来受变信咧，来三个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上帝，阮恳求你来保守、照顾尼斯，保守伊的身躯甲灵魂，互伊的智慧甲年岁会当来哪家天，上帝甲人会当哪听伊。阮求你将稳定、丰丰富富赏赐伫伊，引带伊会当平安来经过做囡仔的时期，救伊脱离少年的幽险，直到年轻成人的时阵，互伊会当通过伊家己的个别，伊的信仰，佫会当坚持到落尾。主阮的上帝，你的圣囝耶稣。伫拿撒勒也捌过世间的家庭生活，阮求你赐福这个细囝的家庭，求你也赏赐因的父母，就是撒母甲路德，甲囝仔照顾伊的人，互尼斯伊的厝内面的每一个人，拢要互因有智慧甲温柔的心来照顾伊，通伫伊的疼的内面来成长。我咱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兄弟姊妹请坐，来过去教会有写个证书，搁一个小礼物要送伊。好，咱来拍手好不好？感谢主哈，很多拢有吼，咱真心哈。感谢主，好来。头拄我讲吼，即摆已经少子化吼，还佫有愿意生吼，佫叫伊生团侪侪继续拍拼。好，下面咱要同齐来收圣餐，请咱做伙来念圣诗218首，主我担就阮爱记你的名。You
守主的圣餐。主耶稣的话安尼讲：恁囝若着我担的，就问我，我要互你安息。伊佫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问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永袂喙干。就问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彼得，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一年有地饼足声，安尼讲，耶稣。安尼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通杯讲，即个杯就是圣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既然啉即个杯，就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三甲来祈祷感谢。主上帝，我即摆照你的命令，排来即个印象，就是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做事。我唔谦卑恳求你找信息来圣别我，也要圣别我摆伫你的面前，遮个饼甲杯，互阮通接受遮个，也要对信心来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贵，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来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要互阮成长伫你的恩典的内面，通荣光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来请咱的长老做伙来。饼因为还阁是疫情的中间吼，所以咱用挂手到啦。你摕着饼的时，请你先摕你手来祈祷。新年洗礼也是坚信的，咱今仔日吼，咱的主日学的学生吼，遮个小朋友，检查因伫细汉拢有小孩的洗礼，亲像咱我洗礼洗共款，所以毋茫因到10大岁、16岁左右，也会当来坚信的，就会加入诚侪会餐会员，做伙三甲修圣餐。所以今仔日主日学学生伫咱的中间，就是三甲伫遮来领受，也来知影讲将来因也会当伫教会内底，搁来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搁一个来过着因的信仰，这是真好的宗教育。咱是毋是每一个人拢已经有摕着饼，已经有洗礼的人有摕着饼无？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个来领受。
来了后，也安尼行过。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杯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也要三角来了，也杯，请咱的中国来学生。摕着副所奖这个杯，你愿安静来献上你的彼得。拄仔个饼表明主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因为伊为着咱拍破，咱才会当甲伊成做一体。家己伊拍破的身躯的内面，要互咱所有的艰苦、受伤，拢会当来得到医治。伫伊拍破的身躯所受的刑罚，咱要得到平安。慢慢要来领受这个杯，上帝咱的主所留落的宝贵，伊的话要成就咱的救赎，加强一切的尊荣。伫咱的心内，要有啥物是咧主动信心来感念充满，就是伫宝贵内底一起要来洗清。咱是毋是所有的人拢会摕到？所有的对象，对方拢摕到。弟兄姊妹，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咱今仔日的是，就是咧纪念咱的主一到一过来，咱三个来领受。你大概在这个饼，啉这个杯，就是咧表明主的死直到你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你三个来，咱三个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诚侪培养阮的灵魂真实的正面。搁互阮明白，你欢喜接受阮，你欢喜疼惜阮，让阮知影，阮真正是信领耶稣基督奥妙身躯的一部分，就是受你束缚忠心的圣徒。阮也诚侪你永远的福的福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来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来接纳阮，选用你的慈悲来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拢会通应光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好，咱圣餐到这。
应答上题话，信息第168首，恳求信心降临，请大家起立来举手。我先下这大家，第各位来先咱先来看今日第二部，伫罗马历史第8章13节，咱先来学第1版，先来帮2版，请。因为你若照犹太的话，就会死；若就是凡是先父的所做，就会活。因为你若照犹
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你们若是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咱后一摆的事奉讲，主办的活动将相当家己来意义。咱来看第4篇消息的报告，第1点，建立古典圣的殿有洗礼甲修圣餐。感谢主耶稣救赎的恩典，互咱的性命甲伊三结连。今仔洗礼是小儿洗礼是仪式，是以圣言甲福德的保护。愿主继续帮助咱事奉。第2，主日刚刚有一场的礼拜，因为总会传道与愿会的干事办牧师，伊要带差不多12位的外国的来宾来本会观摩明加也参加礼拜，由李牧师来担任翻译。礼拜3由曾牧师来报告咱教会的事工，然后本会的中是100外宾。最后来讲，用到很完全的事奉。第3，因为总会已经足侪年都在咱会当联系的信息，对照咱中华中会，差不多所有的教会拢嘛甲换新的信息，所以咱的本会伫第半年的7月开始，伫同种的礼拜，咱嘛要来。加入新的信息，但是新信息新信息内底，咱较熟的有信息先来讲。其中上大无共款，就是有足侪都毋咧搁唱阿门信息落尾会加唱阿门，是因为伫英国的教会伫150年后代，对中世纪的教会唱阿门的无解，所以伫1950年伫后边的专教会已经有改进，当然有唱上名的时阵，会将一切的荣耀为互被领圣神送归去体的上帝的遮用时光的时阵，后壁才会好加唱所以咱要把咱的信息互导到原本的前面，所以一般的信息唱完，咱都无搁唱阿门。但是直接对上帝的祈祷的信息，咱唱完才会唱阿门。第4，咱若是咧叫买咱若嘛是咧买新的信息请同志指示来编辑一本是360块，编辑到6月18日止。即摆的版本敢若即种版本尔即摆版本就是即种内底无出大字。无大字版无大字版，伊的封面就是这种一般但是我想信息咱若是家己有一本才鼓励咱听这拢大家来记。第5，总会社教工的继续学院伫6月初10摆就用本会的语言中华人的工作伊的内容就是要提供咱会当学习一款基本的必求，搁一款表现才能，还是一款文书现代文书的才华，互咱会当应用伫即摆的资讯战甲认知作战的一款课程。然后，这个太平奥运会伫7月11到12，要伫嘉义的新运动来举行。伊的主题是本只是学期还未来到，参加的对象是青年的辅导，还是新国语到大专研究所的青年都会当参加。报名费是600块，相信老师来报名。来到的时候，请为着落甲地区福建到中华来代表，将留住将关系让地区。第2，请为着西六邦教会天天王到宣教来代表甲福建。第3，为着身体欠安尼经济来代表，听伊的部分有李国刘俊远、蔡锦堂、施伟坤、张爱义、刘一峰、廖胜杰、郑义国。
金卫夫、保惠夫、阿曼丽、夏丽玉、谢金满、李美华、姚桂花、谢淑贤、黄小桃、张淑珍、林世彩儿跟茉莉牧师一修。咱欢迎伫咱的中间有一位新兄弟许国胜，咱来欢迎，感谢，是不是咱中间梁弟兄有伫遮无？我有一位梁弟兄咱来欢迎，梁弟兄大概这2个月会伫教会的3楼伫遐住所以，互咱会当来是捌伊感谢主，愿上帝的平安，甲因3个弟弟。请咱起立来领会的是信息第591首，因诗了后，唱无出来就多。以及圣神的上通扶持，天父上帝的疼痛，甲你3个弟弟对即时直到万世代无尽，阿门。很开心你今天改好。对啊，下面是留台语的，台语现场台语 OK。我在学白话北维力，对，那个是北维力。我也想看，好想看。当时自己有在研究台语。他们先丢，他们先丢。北维力，然后会看以前的教会公报。平安。看你有想要说，有什么特别想要？没有，就是看出你还是。